女人刚刚失宠就遭到其他嫔妃的羞辱。翠果儿，打烂她的嘴！你算是学乖了，知道求情没用就干脆忍着。原来甄嬛因为小产和皇上有了隔阂，虽然老四天天安慰甄嬛打开心结，但她却偏偏对皇上爱答不理。结果皇上一怒之下就选择了冷处理，而甄嬛无法走出丧子之痛，每天都浑浑噩噩过着自欺欺人的生活。直到某天，眉庄带她到冷宫观摩其他人后，甄嬛才有了一丝想好好生活的念头。眉庄表示他们曾经都是皇上的宠妃，这里面从不缺乏显赫家世和才貌双全，可惜他们都因种种问题激怒了皇上，以至于最后成了冷宫里的精神病。所以眉庄劝甄嬛一定要振作，不仅仅为了自己，还有年迈的父母，更有我们共同的敌人年世兰。听闻此言和眼前发生的一切，都让甄嬛胆战心惊。然而心有余悸的她，却在回去的路上不慎撞到了齐妃，这下可让富察贵人找到报复的机会。他笃定是甄嬛怀孕才克死她的孩子。显然富察的说辞毫无科学依据，只是他被人暗算后心里发生了扭曲，致使他每当看到孕妇就开始胡思乱想。而齐妃在富察贵人的怂恿下，立刻派宫女对甄嬛进行了脸部护理。他还要求甄嬛跪在这里反省一个时辰。你一定要这样苦苦相逼？你如果再敢提起此事，本宫就治你个污蔑之罪。婉嫔娘娘可不要生气呀！你以为你还是从前的婉嫔吗？或许正是这句话让甄嬛猛然惊醒，她绝不能再让任何人践踏自己。于是甄嬛放下执念，并决定和皇上重归于好。首先她派人抓来了一些蝴蝶，接着再将自己盛装打扮一番，然后她来到和皇上出狱的地方等待。一切准备妥当后，眉庄便趁机告诉皇上，并不是自己故意迟到，而是梅园的花朵盛开仿佛一片仙境，所以才情不自禁地逗留了片刻。眉庄的这番描述顿时引起皇上的好奇。与此同时，甄嬛也做好了各种准备。等众人赶来现场，刚好看到了这一幕。在此真心祝祷吾皇得上天庇佑，平安喜乐，福泽万年。若得所愿，信女愿一生吃素。甄嬛的祈福让皇上十分感动。原来宝贝的心里依然装着自己。虽然皇上把甄嬛当成纯元的替身，但是此刻相信老四是真心爱着对方。皇上别过来，臣妾的鞋袜湿了。这话你当年曾经说过。皇上还记得，可臣妾却不敢再记得。话音刚落，只见披风内飞出一群蝴蝶在翩翩起舞。婉嫔身上全是蝴蝶。你身上好香啊，难怪能在冬日里引来蝴蝶倾倒于此。没想到雍正和儿子乾隆都喜欢看到宠妃和蝴蝶嬉戏，遗憾的从来都不是你，在我最爱你的时候放弃了我，而是你明明先说的离开，又让我一个人困在回忆里。甄嬛动情的告白让皇上深陷其中。深夜，皇上和甄嬛紧紧抱在一起，他们已经好久没有感受过彼此的呼吸。遇见你才是我终身浪漫的开始，所以总有一种心动，在刹那间就注定了覆水难收。两人能重归于好的感情，靠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死缠烂打，而是两个念念不忘的人害怕放手以后就会错过。如此，甄嬛再次获得了恩宠，而齐妃和富察贵人却因此慌得一批。他们只要想起前天发生的事情，就恨不能立刻去买块豆腐撞死。当然，他们很快就会遭到甄嬛的报复。嫔妾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